大家好，我是陈慧琪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音乐小天地。今天是第一次以录影的方式跟大家见面。那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为大家演奏一些你们喜欢听的歌，那欢迎你们都来跟我点歌哦。那接下来我要带来的这一首歌是由黄炯章先生所点播的五月天的《突然好想你》，那就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咯，谢谢。我相信，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绝对。此时面对着你们，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。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你们说，我愿意。